稍微少开一点。反正我当年肉也大嘞，一张肉不多。稍微少得开啊。哎，来位不要。本来现在这样。哎，我辣外头吃饭呀，你讲呢？烧了烫的。空个辰光再加上就空了嘛。我不大会得有空个辰光个，你也讲你也有空。搿么这个啊，我现在吃饭啊。我觉着炸菜蛮好吃的。侪是怕煎炸屁股，阿会屁股的。那我吃到自家。好，一条会鸟语哩。你像有香肠、洋芋闹弄这样子，但是增高食欲哇！我再一个人自斟自饮。这包菜来，不是汤头上来，哎呦，也臭脱个，还是轻咚咚放下去。我菜么鲜的，乖乖。我年糕又发了手子，一袋菌个年糕来了。哦，我一袋新疆去了，24天。哦，那啥？哎，拨我年糕出发，吃完。那么去之前呢，先带你打起味一味。总算来自一只蔬菜菜，看见这温度，马上降至3度。刚吃眼睛，门前别落，阿台戏猛上来着。必须让改变来形象了啊！那是讲的，做那新疆之行一路顺风。对，做那新疆之行一路顺风。43转2分7高。你不很多来雷毛一点吗？你讲想不出个呢？这五星花花菜该4个毛那些的，非常猛的，对侬的好杀脱。我还拍温泉啦，搿么一到点比基尼款，我去买羽绒衣来。但我来当我拍啊，我帮你拍。内务帮的，一个真的灵的。好哟。一个红香蕉属于另外一种风格。上港你包个红香蕉，直接硬。后面一个不低的。一个皮筋，凝聚聚，像推香了。一只摘我真的还吃，但是出好几毛。一只鸭子蛮好吃个样。到说是3000块，对些洋像洋来30块。上个礼拜4号餐你还记得唻？我跟你讲，我一个礼拜来吃饱。哎，我说今朝也来吃的，那也吃一个礼拜。现在你饭吃得差不多噻？拍菜，也拍菜的。你那每餐拍菜个了哈？对的。今晚我开始打扮。去买海2年天不晒菜，让我上。一个人脑子本钱也太多。我一个，非要来一套，不能来跟我这样有劲，天热还有劲啦，后汤跳有劲啦，反正男生我非要后汤子个。满载而归。别真的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吃下子嘴巴。但外头一红的，我今年呢脱一件衣裳，来快点脱出去，反正等下出去呢混搭个，最高气质来不及，快点啥脱。白个还脱。白个面。你上去找2件啊？白个我这10块给娘吃。这个你出来再晒2件，也是个意思啊？今晚3件衣裳搞一点米饭，那现在侬我到底落得去？我在到那去拍古城之巅观景。上里还看见啥么子讲？我非得一来去看看。啥个地方叫一个啊？一到为了装修嘞，啥个观景台啊？一到哪去啊？一个上里还观景台。在这里喝遍全世界。啥呢？啊是个啊？哎，我上里面有啥看的家啊？有的像火车火车道可以看到北市塔。我现在来了凳子上还拍我，看不出啥花头景哇哈！哦，你认得来还啥下来？哎呀，昨天上来当我讲，我是充满期待。抖音上前段时间刷这里刷的火的不得了。对影浪向真正高，鱼龙混杂，一言难尽。